文化内容促进院当年协助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这回特别甲台南市府合作，签署合作备忘录，期盼结合地方良能甲国家级资源，共同开创更具有影响力的文化作品甲产业动能。那我们签订的整个范畴非常的广泛哈，无论是影视业、沉浸式内容，到一些文资，透过科技的手段来让它重新复原，然后还有很多一些音乐一些这样的产业，我们都会有一些投资，也帮忙做媒合一些企业来做 ESG。那相关的一些整个投资的重点，我们会是以案内的影视园区为轴心。咸水有着全台上大的华莱影视基地，未来重点除了影视投资，还有剧本开发，甚至跨国做媒合，让台湾台南的好内容，互看到、互投资、互分享。斯卡罗拉、中破山也在台南，所以不仅是古迹，事实上它的街还有想见你，这在韩国很红的。所以说很多的地方的台南的市街市景或者是这个一些场域文化场域都很希望也期待大家一起来发掘。英国在台南制作的影视作品，拢得到袂歹的成绩。有了文化内容促进院的加入，互想要来台南的国内外企业的资源，甲在地新创团队，开通一条绿色通道。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